你而家諗起世界10大品牌，有幾多個畫面其實係來自佢哋嘅影片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呢個現象其實唔係巧合嘅，而係一個必然嘅結果。人類對品牌嘅記憶大部分唔係來自理性分析嘅，而係來自畫面、情緒同感覺，呢啲全部都係被植入潛意識嘅信息嚟嘅。影片同時結合聲音、影像、節奏同故事，係最容易繞過批判思維，即係顯意識，建立選擇性思維嘅一個最好媒體嚟嘅。所以品牌信息會自動自然咁樣被記住。當一個品牌長期用影片去傳遞同一個價值觀同埋情緒，潛意識咧就會自動幫你品牌定位。呢個就係點解世界級嘅品牌幾乎全部都會用影片嚟做品牌建立嘅。喺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入面，我哋講嘅從來唔係拍得幾靚，因為拍得靚係基本嚟嘅，而係點樣用影片結構同潛意識機制策略性地建立品牌記憶，再配合 AI 大幅度咁去提升個營銷效益同埋宣傳效益嘅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